地上下的安静的时，我看见无苍白的光阴，几千年的街头，散落在时光的尘埃，人背负重担的茫茫世界，才归宿。直到体会的钟声，照着创造者的心意响起，圣人的肉体流落埋体，透过主地的标记，等你在我那面，我在你那面。琴弦放落心头的大声，让回归彼的永恒的魂。人生的频率不需要搁世界，因为咱已经是生气从上郁闷的家己。神圣的温开着，哈瑞吉。辅佐放下耶稣手酸，无限的多清气，偏见无起啊，唯一的金锁是闪闪发光。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那面。琴弦放落心头的大山，咱回归彼个永恒的魂。比人生的频率无需要搁设计，因为咱已经是上起初上郁闷的家己。神圣的温台流，哈的轨迹，此刻它将是在远方，是你心内最近，变作火灵灵的记忆，推动信念每一秒。第几回是，也是永恒。第几回重要是。